唉，我都好想睇翻啲咁靚嘅景啊！嗰陣時啲祖先就好啦，咁開心。不過而家污染成咁，都睇唔翻咁靚嘅景啦。全能嘅 Bookface 大神啊！請你帶我去之前未受污染嘅世界啦！我真係傻，邊有咁樣就翻到去㗎？都係睇電視葡萄下算啦。唔好做傻事啊！呢度邊度嚟㗎？點解我會嚟咗呢度嘅？點解嘅？你唔係由花去民國38年嘅咩？咦，佢係咪我未來同鄉會第38代祖先挽回到未來嗰陣識嗰個女主角？其實呢，我就喺未來嚟嘅。我嘅目標就係護衛人類、挽救地球、看守這宇宙。我見未來嘅香港咁污糟，就諗住回到過去，即係而家，諗住拯救地球。你由未來嚟嘅？哇，好犀利啊，好犀利啊！嚟緊我哋會有個拯救計劃，你不如帶我視察周圍嘅環境先啦。拯救計劃？好啊，冇問題啊，行啦。呢個咪破邊洲？我喺旅遊節目見過嘅喎。我哋第一步就係要佔領破邊洲對面條路。破邊洲原本係香港嘅一個島嶼，佢就位於西貢萬宜水庫東壩嘅對開。嗰個以6個石柱為奇觀嘅原本完整嘅山頭，俾自然之力一分為二，最後破邊洲就變咗巨石柱。喂，你哋唔好喺度阻住條路啦！咁惡嘅依家啲人，我哋走。6個柱形嘅，好得意喎！啲咁深奧嘅問題都係交翻俾旁白啦。就喺1億幾年前，香港發生咗多次嘅火山爆發，噴出咗大量嘅熔岩同埋火山灰。火山灰冷卻之後收縮至中心，就形成咗切面為6角形嘅6個柱。原來係咁，地理書都冇講得咁仔細啊！係喎。嗰度個窿喎，睇嚟可以做我哋嘅秘密基地喎。係喎，真係有個窿喺度喎，點解嘅？海蝕洞係因為海水侵蝕形成嘅洞穴。喺岩岸嘅地區，由於海水拍打嘅力量，再加埋水中嘅沙礫，形成嘅侵蝕力係非常大。長年累月之下，就變成咗海蝕洞。哇！大自然嘅力量真係唔可以睇小啊！不過呢啲力量會喺未來咁樣慢慢咁樣消失啦。所以我哋咪要好好保護地球咯。唉，行咗咁耐都定唔到個拯救計劃，其實個計劃係點㗎？唔知㗎，希望在導演啊嘛。喂，原來部機冇電喎，咁嗱嗱聲，快啲執嘢走人啦！
收工。Yes！唔使背對吧，好嘢。收工啦，收工啦！點型嘅？我未講完啊！你哋啲書都冇得講咁。我講啲。海水拍打我咩啫？哇！之後嗰句。大聲。耶！佢玩個型啊！唔使背對吧？耶！食咗機。